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8篇，出埃及记第2章11节到15节 A， 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荣耀上帝。保罗曾经教导说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像是为上帝而做。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为了上帝而活。许多基督徒做事情总是用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坚持，然后呢，再用圣经的经文拿来支持自己的论点。最近呢，一位因为财务不明无法交代而被所属的宗会免职，失去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牧师资格的人，被南部某教会频繁的邀请讲道，引起了在网络上的论争。关于教会秩序、宗总会对传道人的监督惩戒，或是为了私人的关系表达对犯错者的接纳，其实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来说，我们要问的是，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够荣耀上帝，还是只是一种互相磨砺遮盖而已。出埃及记第2章11节到15节 A， 我们看到一位被埃及公主所领养，只要呢他不吭声，就能够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的生活。但是摩西却选择了为了上帝而站出来，然后放弃优渥的生活。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认同自己出身背景的族人，事实上他是顺服上帝，选择以荣耀上帝为他的生活目标。圣经这样说，摩西长大了，常常出去探望希伯来同胞，他看见他们被迫服苦役。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杀了一个希伯来同胞，摩西左右观看，以为没有人注意，就下手杀了那个埃及人，把他的尸首埋在沙里。第二天摩西又到那里去，看见2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就对那个理亏的人说，你为什么欺负自己的同胞呢？那人回答说，谁派你来做我们的首领，做我们的法官？你杀了那个埃及人，也要杀了我吗？摩西一听见这话，心里害怕，想大家一定都知道我所做的事了。国王听到了这事，想要杀摩西，摩西就逃到米甸去，住在那里。保罗非常清楚地教导罗马教会的基督徒，必须要为荣耀上帝而做，一辈子的生活要追求使人得益处，来荣耀上帝。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，上帝的恩典多么丰富，他的智慧和知识多么深奥，谁能够解释他的决断？谁能够探测他的道路？正像圣经所说，谁知道主的心意，能够替他出主意？谁给过他什么，使他不得不偿还？因为万物都出自他，借着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上帝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上帝的旨意虽然很难了解，难以推测，困难明白上帝的旨意，但若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不要只拿圣经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话，那就必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。诗篇第8篇，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，颂赞你的声音上达诸天，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。你建造巩固的堡垒，防备敌人。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，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，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。人算什么？
你竟然顾念他；必朽的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关心他。然而你造他仅低于你自己，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让他管理所有被造物，把一切都放在他的脚下。牛羊、荒野的走兽、空中的飞鸟、江河的鱼类、海洋的生物都归他管辖。上主我们的主啊，你的伟大彰显全地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顺服，学习谦卑，学习思考上帝的旨意，愿意事事以上帝为原则，处处小心行事，期盼能一生追求为荣耀主名而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